迄个后日5日节开始有3天的连假，若是有安排要出去佚佗，爱拄到落雨天咯。中央气象局讲，连假的第2天，也就是拜六，全台湾变天，一直到后礼拜5，锋面滞留伫台湾北部的海面，全台湾拢会落雨。后礼拜2，也就是拜3，第5道梅雨的锋面接近台湾，影响的时间甲强度比前4道搁较大，都爱风大雨。今仔日明仔载全台湾拢是高温炎热，过昼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。日头非常炎，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，各地高温来到34至36度，一直到拜六之前，拢是非常烧热的天气，爱严防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。今天一直到端午节当天，天气形态是比较稳定一点的。但是要注意，中午过后还是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，而容易发生午后雷阵雨的区域，主要是在山区以及接近山区的平地，那还有宜兰地区。五日节东港全台拢是气温好天，只有中南部沿海因为西南风的影响，透早小可落雨，也阁有爱注意这午后雷阵雨。但是拜六连假第2天，下一波锋面来到台湾北部海面，天气开始变较无稳定。而同时，南方的西南风也增强，因此在连假的第2、第3天，天气会相对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。那降雨几率也会一天比一天稍微提高。中午过后的午后阵雨雨势也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，但整体来说，天气还是不算太差的。那下雨的时间不会太长，在云多或者有下雨的时候，气温就会稍稍下降。礼拜日是锋面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全台规天拢局部短暂阵雨，或者是雷雨。要提醒你，连假出去佚佗，除了注意防止日头晒，爱加啉寡水，出门上好爱炸雨具，以免熊熊来大雨淋甲淡去。